1分鐘帶你睇清呢個樓盤到底值唔值得你入手。咁96平方俾我哋做到3房2廳2衛啦，而且入門仲贈送咗一個入戶花園俾到你噶。咁呢套單位總價 total 計埋落嚟咧，都係72萬左右噶，帶埋精裝修，唔使後期自己進行裝修咁麻煩噶啦。現時仲可以做翻我哋一個低首期上車啦，俾個3萬蚊首期，剩低嘅所有房款全部做開銀行上會。每個月嘅月供都係3500蚊左右嘅價，前期唔需要投入太大一筆銀碼喺大陸呢邊置，所以話非常之抵買。呢度樓下就係我哋成熟嘅 KFC 同埋海鮮酒樓啦，行街食飯睇戲都係一站式可以解決到噶，半粒鐘嘅一個車程時間就可以翻到我哋拱北關口以及港珠澳大橋關口。現時仲開通咗我哋一個香港直通巴士啦，每日都可以往返香港嘅太子、荃灣、東涌，唔使轉乘，交通亦都非常方便。咁對呢度感興趣嘅朋友，嗱嗱聲 call 我 send 翻啲詳細資料俾你睇睇啦。